周六晚，日本维吾尔协会主办的维吾尔证言集会在西日本举行，多位议员出席听取证人发言，并表示将行动起来制止中共恶行。日本众议院长谷隆治、12名地方议员和邻近城市的市长出席了由国会议员丸山先生和日本维吾尔族协会组织的会议。日本维吾尔代表大会驻日本代表伊拉姆马赫穆提表示，在日本举行的第一次证言会议非常有效。日本维吾尔族协会人员和维吾尔证人参加了活动。日委会理事从文化、地理等方面介绍了维吾尔人被中共逐渐侵略的过程，并详细介绍了近2-3年几百万维吾尔人被逮捕到集中营的邪恶行径。6名维吾尔证人陆续发表证言，控诉中共无端逮捕了自己的众多亲友。他们有100多位亲友被关进集中营或判刑，多人至今杳无音讯。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副主席兼政党发言人法耶克·欧兹特拉克批评政府和民族主义运动党领袖巴赫切利对维吾尔人的破坏保持沉默。欧兹特拉克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土耳其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破坏保持沉默。他说：“这些先生们与中国有什么问题吗？不，事实上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以至于他们和他们的伙伴巴赫切利都无法抵抗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39个国家在联合国签署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关闭集中营，但是签署国中没有土耳其。许多穆斯林国家一直对中国的镇压保持沉默。最近，西方国家在反对维吾尔族种族灭绝方面迈出了一步，以德国、美国、法国和英国为首，以及包括海地、摩纳哥和洪都拉斯在内的39个国家，已要求释放被强行拘留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但是，该清单除了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外，没有穆斯林国家。中国官媒央视继11日晚间与焦点访谈中播出台湾人李梦菊对镜头道歉的影片后，又在同一节目中称一名台湾人因对大陆从事间谍情报活动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央视节目称李涉嫌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并在捷克造谣丑化祖国，对中国造成恶劣影响。他在节目中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允许有人主张分裂国土，我是明白的，我做的事情对大陆是有伤害的。台湾陆委会发表声明称，中共已在恶意政治炒作，假借国安借口打压台湾交流人士，并诬陷我方从事间谍活动，刻意破坏两岸关系。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过去对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判之前，在国家电视台上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做出了强烈反应。在武汉病毒出现的中国另一个城市决定对全市民进行测试。中国青岛市发现了9例与医院相关的武汉病毒病例。事件发生后，政府立即宣布将对约900万居住在该市的人进行病毒测试。国家卫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青岛市胸科医院8名患者和1名家庭成员发现武汉病毒。青岛市卫健委周一通报说，全市制定并启动了全员核酸检测方案，社区检测正在加快推进，5天内将完成对全市900多万人口的大排查。联合国报道指出，自2000年以来，因气候变迁而产生的天灾数目在短短的20年内由3656场成长至6681场，增加近1倍。气候变迁俨然成为人们不愿意面对却又真实而急迫的危机。根据联合国灾难风险缩减办公室发布的《天灾中人类的代价》显示，过去20年的天灾数增加近1倍，主因可归咎于气候变迁。在2000年至2019年期间，共发生7348场重大天灾，夺取123万条性命，42亿人受到波及，并导致全球经济损失2.97兆美元。
极端气候天灾包括洪水、旱灾与暴风等类型，而又以极端高温最为致命。根据报告，造成人员伤亡最多的地震和海啸数量有所增加。